来看教育部今年6月开始修正全国的代理教师对8月开始一档就当领12个月的薪水哦。也毋过伫花莲有10外个代理教师是指控讲，因8月份的薪水到达是个还未领到，嘛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咯。 乐乐老师原本是花莲县某一间国小代理教师，今年上学期结束的时，就知影家己后学期会互聘用。也毋过，伊煞只有学校的人事通知，无任何书面协定函，而且8月份的薪水到即马还未领到。每个月的1号都是我们固定发放薪资的时间，可是现在就是已经拖到半个月了，所以我这个月的房租都还没有缴交。 甲乐乐老师同款无领到8月薪水的代理教师，伫花莲有10几个。同齐向时代力量申请了后，到县府门口召开记者会。县府解释，这是因为每一间学校伫审核代理教师任聘资格时，拢需要时间。他的人事制度有一定的流程，从你招考了，你要报教育处，你是不是依规定来招考？哦，这一定要核备。 核备以后再询问给学校，学校再发聘书，然后教师呢再依照聘书呢来报人事单位来细薪。也毋过县府的讲法，真正代理教师无法度接受，认为这无关系续聘还是新聘，行政作业应该有一个期限。是今年112年是第一年，开始8月有给薪的部分，能理解就是花莲教育处在作业上的部分，有稍微的不熟悉，所以因此延迟。但今天已经8月中了，我相信应该要及早给薪。根据县府资料，花莲县各中小目前代理教师有200多位，依照教育部修正法令，为今年8月开始，拢会当领到完整12个月薪水。也毋过薪水需要依照聘任日期协定了后才会当发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